對於本澳今年有多次大型遊行，有立法議員認為市民透過遊行表達訴求係公民社會逐步成熟嘅體現，亦希望政府喺面對訴求嘅時候要積極回應，避免令社會問題更趨尖銳化。李國賢報道。喺今年本澳嘅一啲團體先後發起咗多次嘅遊行活動。立法議員關翠杏認為喺社會急速發展嘅過程中產生咗新嘅唔平衡，市民透過遊行表達訴求係公民社會逐步成熟嘅體現，而政府方面要關注市民嘅訴求並有即時回應嘅機制。譬如有一啲訴求提咗出嚟，但係無論點可行與否，政府接納與否，都需要有積極嘅回應，或者令到當提出意見或者提出訴求嘅人，佢要理解乜嘢理由唔接受，乜嘢時候暫時不能夠推行。咁樣嘅時候，我相信社會嘅怨氣咧就會稍為咧就唔會好似而家咁即係會慢慢去尖銳化。佢亦認為負責執行政策嘅各級官員亦有責任去面對以及處理市民嘅訴求。而立法議員吳國昌話，市民參與遊行表達訴求係社會行動政治參與優質化嘅表現。佢認為政府要回應訴求，解決在職貧窮問題，先要設立最低工資制度。就我覺得政府呢個階段嘅回應係佢自己方寸有啲亂，同埋好似對自己嗰個信心唔係好足夠咁樣。我覺得應該係從一個呢係即係經濟學上最基本嘅分析，真係有膽設立最低工資，係有一個呢係每個市場嘅有限度嘅輸入勞工嘅控制，同埋彈性嘅經濟援助嚟到正面解決。佢亦希望喺彈性經濟援助上，對一啲參與勞動市場而又領取緊經濟援助嘅家庭，將援助金額提高到入息中位數嘅一半。